张淑娟捍卫家己的名誉，告周玉蔻加重诽谤。案情本底是算单纯，想袂到煞来引爆着两个查某人互相呛声的战火。这个周玉蔻赶到地检署，讲要甲张淑娟道歉，但是发言是真险，充满着火药味。当时伫现场，等要来协助原告张淑娟的王芳美是真不满，双方则爆发着激烈的冲突。上尾啊！周玉蔻来指控讲，去互王芳美使用暴力，王芳美是来告周玉蔻诽谤。原告张淑娟还未出现，被告主持媒体前张玉蔻雄雄出现伫北检，讲是要甲张淑娟回失礼，煞歹亲情，甲张淑娟倒提过台北市议员王芳美伫咧边啊看袂做。你会的啊，是呀，那你滚给我看，你滚给我看。王宏威，你走一边去了，你又不姓张，你又不讲。我是媒体记者，我是当事人，我为什么不能来？你当事人你在哪里？我是当。你一句我一句，互相呛声，两个查某人甲北检头前无甲规个乱吵吵。笑死人，这样不好玩哈！你才是人见人讨厌的，想选立法委员选不上，只有你败诉，我败诉过又怎样？关你什么事？丢脸，丢脸又怎样？不要脸！那是你王宏威讲的，你王宏威要脸吗？我告你干嘛嘛？谁希望告你？我告你，你还想蹭我的那个流量去选立法委员呢？真无简单，点进落来，周玉蔻暂时离开现场，总算互原告张淑娟顺利提告。就伫咧王芳美护送张淑娟离开北检的时，另外一波冲突搁拉起来。王宏威用他的手跟那个身体挡住我跟张小姐道歉，居心何在？不是他刚才骂我的事情，我要告他。两个查某人的战火，互这场妨害名誉的告诉网络焦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